撳咗可以做。你畫或者你坐喺度，你攞支棍喺咪度啊？支棍呢個喺度。 ，OK。你或者用下頭部先啦，喐下頭先啦，輕輕輕喐下頭，轉左慢慢轉左，慢慢轉右。唉，就算腰酸骨痛好難搞。你鬆下膊頭。我熄咗手機。我熄咗。OK。咁鬆下膊頭，一齊鬆。即係你最好啊，就係一定要兩邊左右一齊做先得啊。咁你鬆膊頭，咁你可以我正鬆肌肉。咁唔就啦。你係用 iPad 噶嘛，大哥？啊，你用 iPad 用個 laptop 擺喺地下咯。我有 用 iPad，我有用我 iPad。我本來就想用呢個㗎，我俾你睇下。呢個咧啱一個鐘頭就入到嘅，但係而家呢個係咪有 camera 嘅呢啲啊？有，應該有 camera。你係 iPad 嚟噶嘛？定係係啊即係 tablet 啊？ ，iPad。應該有，應該同我嘅呢個 我 Apple 咯。laptop 一樣 function 咧。Apple 呀，嗱咁而家咧做手部運動，揸隻手呀，揸住佢咁唔得，呢手控制唔到。呀，手指擴張呀，咁之後就扭下佢，睇扭唔扭喐。唔得。我倒轉頭，咁啊，一諗唔喐就屈手指啊，屈手指呀。咁另外畫交叉嚟撞佢，兩個手指撞，你要右手撞左手咁，用右手出力，一指頭搭指頭呀，咁就通啲血啦。我話咁係錯嘅，兩邊都擺動，兩個臂，左臂要喐埋，即係應該用好嗰隻就幫唔好嗰隻。咁你又可以而家用隻棍嚟握棍。一齊伸咗上去，個身要直。我打橫俾你睇，兩手一齊舉高，伸到直為止。做你可唔可以舉得起隻腳嚟到？嚇？你可唔可以舉得起隻腳？要靠呢邊幫手，自己唔得。
，OK，左手你好好嘅手嚟幫我唔好嘅腳。話你企起身你企起身去後面張餐室嗰種另外一張凳，我咁做。你遞你隻腳喺左邊係。左邊唔得，唉，有心無力，最多係咁樣。我你企直咁咯，咁企直啊！你用右手扶住對左腳，有冇自己睇得出嚟？你試下兩個手擺喺後面，可以屈個身。就將個兩個肩肩頭向後擺，咁個手手揸手，咁向後咁擰，咁另外就試下，之後可唔可以去到90度，上下半身拉直，然之後落去90度，彎個頭，OK，又拉直，呼吸先咯喎，噴氣上嚟吸氣，噴氣。係噴氣，吸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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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。另外可以做嘅咧，或者係左手右手。另外手拉直佢，拉直落嚟係，之後上去搭膊頭右手係，可以或者兩手身前拉直。我度去打側，打平佢，空氣咁轉一轉。如果你坐得太多，你嘅腳冇力嘅，所以咧要企喺度，咁鬼企，每咗少少企一次，拉背啊。
然後當年我哋兩個手揸住啞鈴一齊舉一齊放光，垂晒落去，我咁樣喐下，扭條腰，扭舒服啲。咩啊？係啊，酸痛。又揸住本書或者揸住一啲水樽，咁咪唔需要太重嘅。總之係要兩邊一齊做啦，咁你又可以幫助另外一邊嚟康復。如果你能夠瞓喺地下咧，做呢個鐵板橋，我做住俾你睇。可以咁做得，我瞓得嚟做得。你開得幾耐？好幾耐？呢個叫鐵板橋。你做咗腰部兩腳撐地，咁啊挺一條腰，可以留幾耐留幾耐。咁你做呢個運動咧，你又會提肛，收腹提肛。如果你一定要瞓喺度先做到，因為你又或者係你坐喺凳，如果你有嘢扶住，可以第兩腳。要凳穩先得喎，唔使成個腿拉直嘅。兩隻腳又唔得，我淨係右腳得，左腳唔我得。單腿又得，要拉直。要揾條帶先拉直。如果咁樣做，你撐得幾耐？撐幾秒鐘咁，我落翻嚟，撐幾秒落翻嚟，咁啊手腳一齊用力咯。如果你喺地下就可以咁做啊，如果你坐喺度就要分開嚟做，或者你要收腿，推埋腹部嗰度。如果你揸住可以轉，有轉腳趾，轉左轉右，撐到。你主要做你嘅左腳，要指揮佢嚟喐咯。嗱，如果你最好咧就喺地下擺幾對襪，咁用腳趾嚟挖起啲襪，挖起咗，然之後抌喺第度，用腳挖住啲輕嘅嘢，啲襪或者手巾，咁你練翻你啲腳趾力嘅。左腳唔聽話，咁係冇辦法。話你有撐船或者係你屋企入面有 station 單車？有單車，有架單車，踩單車去左手揾，有每日都有。station 嚟嗰啲喎，撐起佢。係啊，不過小心冇跌到啦。每個單車好穩嘅。OK。
去廁所先。哎呀，喂，你個人你要識乾淨是企直先得。你做呢個 plan，話你用我張台嚟做啊，用張食飯台嚟做。最好就瞓喺地下做啊，但iPad 唔得，冇辦法。另外做，如果咁做咧，就做呢個運動。一個咧就90度落去，另外一個就伸直，即係唔好隻腿咧就打斜撐地，冇入到呢個攞扶住牆嚟做，扶住台邊度做得，扶住台都咁你練呢個腿力，要拉直個腿根，呢個拉筋。另外咧又可以做呢個用腳尖掂地提啲腳踭，係可以做得幾耐。喺牆嗰度做得，台面做得，喺凳扶住就得。我用一個手嚟扶住個燈，可以做金雞獨立嗰啲嘢腳，佢哋左腳喺牆邊做得，撳張台做得，瞓喺地係最好。又瞓喺地就最容易做，瞓喺地面。我哋細個時咧瞓硬板床啊嘛，而家就瞓硬板咧就對呢個腰骨會好。可以拉開佢，拉個髀。如果你咁唔方便就你瞓喺地下就容易做咯。
即係呢啲都係基本嘅瑜伽動作嚟嘅，瑜伽嘅拉筋動作，睇可以掂到地嘅，拉住後腿。係咁樣開出嚟。如果你坐地下就係咁樣，咁嚟屈屈佢腰。誒，做低嘅話再做翻少少手部運動，要揾都得，用兩個手嚟做都得。最緊要呼吸提升就吸氣落嚟，呼氣。嗰個咩？嗰個叫做乜咖啡咁討厭，佢成日彈啲咁廣告嚟，唔買佢嗰個 anti-virus，一路彈啲廣告出嚟。你有乜辦法可以？期佢話要叫你再續約啊，佢都通常俾你3個月免費，然之後叫你一路 delete 佢都唔好理佢，你唔需要。唔理佢一路彈出嚟，好討厭，擋住個 computer。誒冇辦法叫佢哋唔好彈。如果你俾錢買佢嘅 software 就佢唔會再彈啦，因為佢一早咁啊騷擾佢。最討厭佢就唔想買佢，唉，買咗成長年咁樣搞住個 computer，咩都睇唔到，擋住晒佢故意。delete 咗佢啊，一熄咗佢彈出嚟熄咗佢。熄唔到啊！一熄佢就開佢嗰啲畫面，唉，咪 delete 個畫面咧，你個 mouse 就喐得快啲，我 delete 佢唔知咁好嘢，一路喺重複嘅彈翻出嚟，啊。唉，有時噔一聲，唉，又彈。我寄幾個 link 俾你，有冇睇到啊？誒，幫嗰啲一齊個身體有你話要 Zoom meeting 同阿超佢哋，我冇睇到喎。兩個星期後咯，嗱，譬如咧，你可以你企度可以咁樣，成個人壓落去，用個手撐地，咁壓，咁睇你練啊左邊嘅力啊，左手嘅力。即係我寄咗個 video 俾你，啲人點樣幫嗰啲hemiplegic 嘅人 recover 就做呢啲嘅根本功咯。如果你好啲，你又可以做瑜伽，不過有瑜伽啲簡單動作都可以做。我寄咗幾多 link 俾你，你自己睇唔睇睇，睇你跟住我嚟做，睇睇有冇幫助。嘅，一早你買瑜伽席喺床嗰度做，你上去 YouTube 嗰度睇幾多 link 俾你，你跟住佢嚟做。有啲簡單瑜伽動作，好簡單嘅，你坐喺度做得，瞓都做係最好，瞓喺度就全身有 support。
同埋你每日要做一站裝企啊咁樣。啊，做站裝就係要就係個膝頭咧微屈，就企直，抱隻圓球咁樣。咁你哋清晒你啲思念，你斬得幾耐斬幾耐，你可以由1-2個 second 開始到1分鐘，咁就加到5分鐘，慢慢嚟做咯。你哋前要抱住個球，企直，但你少個膝頭微屈，咁你成個人咧一條柱咁樣頂上去，個膊頭微收肩，有咁企又得。如果你做打工嗰啲人就可以做柯士馬，你喺練腳場嚟做，咁就可以撞到嘅就係練你個 quad 嗰啲肌肉咯。要兩邊一齊練啦，同埋你要自動會提肛收腹呼吸呼吸，咁會訓練你嘅括約肌，可以忍尿或者忍得耐啲咧。我一會寄幾個 link 俾你睇下。你睇下我以前寄俾嗰幾個 email 入面有幾個 link 啊，你試下用啊。OK，好啦咁而家11點啊，11:03。，OK，係咁，下星期見啦。OK，拜拜。 OK，係嘛？我下一次咧就都用翻 password 啊。咁你容易入嚟。你唔好搞，你改翻你個名，你漏咗3533503。OK，係咁啦，我識嘅。